但係佢平時唔會咁着啊。啊，唔係黑魔后，應該係白雪公主個皇后。黑魔后係另外一套戲。93呢個石蘭又唔食得，不過閂門咯。我明明記得佢係通宵啊，點解會閂門呢？有一期佢通宵喎。跑啊跑啊，咩事跑啊？得一日假，又好難外遊嗰啲喎，係嘛？留返，我請星期五一日啊，係咪？可以嘅自製長假。唔係㗎，你去行山嗰啲咩西貢、咩貝澳嗰啲就好多人㗎啦。回帶系列啊，2006年21歲嘅維斯雅仍然係全職首飾 sales 同埋 part-time model， 拍過中旅社等廣告。佢接受訪問啊，表示啊，一個星期7日啊，只能抽出週末嘅2日做 model 兼職。佢深信呢，模特兒生涯並不會長久啊。特別女孩子的時間尤其短淺，咁希望邊賺錢邊學習啊，最可以發展自己嘅生意啊，然後27歲結婚啊。佢就出道咗20年啊嘛，就係出道咗20年啊嘛，19年前出道。好似話當初英皇係有考慮過揀佢啊去做 Twins 嗰啲咩女子組合嗰啲嘅，類似，即係佢入行啊遲咁多啦，遲好多啦，咁Twins 係2001年出道啦。
其實政府咧可以，如果佢唔想個市面咁冷清咧，佢唔使搞啲咩旅遊計劃啊，唔知咩搞咩景點啊，乜都唔使做啊！佢其實請啲茄喱啡臨記喺條街度行就得啦，不斷喺度行。就咁啊，最緊要可以請我啦，首要。然之後嗰個灰白色 Lake Wama 嗰個女仔都得啦，佢頭咁行得兩個直播。